情人漸散，而在這喧嘩過後，只有忽然認透的，是我的一對手。看着那情人漸散，而在那喧嘩過後，只有忽然認透的，是我的一對手。努力向前，誰沒有？除了歇息的藉口，是要把抑鬱眼淚再流。誰自願獨立於天地，荒謬也讓人看。你我卻需要在門前被仰望。連做夢亦未敢想像，我會這樣硬朗。往事又怎好，使你或我失望。看着那情人歲月和幸福多接近，等了多年這角色，做你的女人，我沒有權來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，但我始終不過是個人。誰自願獨立於天地，荒謬也讓人看。你我卻需要在人前被仰望。連做夢亦未敢想像，我會這樣硬朗。往事又怎講，使你或我失望。歲月和幸福多接近，等了多年這角色，做你的女人，我沒有權來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，但我始終不過是個人。誰自願獨立於天地，荒謬也讓人看。你我卻需要在人前被仰望。做夢亦未敢想像，我會這樣硬朗。但是又怎好，使你或我失望。看着那情人歲月和幸福多接近，等了多年這角色，做你的女人，我沒有權來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，但我始終不過是
日參賽者嘅勇氣咧，鼓掌先。呢個歌真係寫得太好啦！首先要為呢隻歌真係鼓掌先，因為呢隻歌太多層次啦，太豐富啦。佢居然攞一隻咁高難度嘅歌攞嚟比賽，首先你一定係好中意梅艷芳先係咪？同埋成個 phrasing 成個層次，你有做嘅，你有嘗試去做嘅 ，OK， 而且係 OK 嘅。喺我睇嚟，我係 feel 到嘅。你好用心去設計每一個環節，你有好隱晦嘅嘢嘅。其實呢隻歌嘅主歌部分係好隱晦嘅，係心噏嘅，同埋好因為女人心啊，女人心嘅心噏，跟住到咗副歌就係女人心嘅強大，我要強大啊嘛。第一句已經講咗啦，誰自願獨立於天地係咪啊？痛了也讓人看，係咪先？但係你要將你喺副歌嘅時候，你要展現出嚟。女人可以撐起半邊天嘅強大，唔單止係心理嘅強大，亦都係氣勢上面嘅強大。我哋要將呢啲唱出嚟，所以我哋唱副歌嘅時候冇問題，主歌嘅時候 OK 嘅，主歌嘅時候係咁噏嘅 OK， 因為好似隻歌難度大，因為佢 range 嘅跨度好大，係咪先？係咪？我哋喺前面嘅時候係冇問題，即係好似報緊眼前唱入嚟先，跟住再唱出嚟，跟住又唱翻入嚟，又唱出嚟。但係我哋盡量喺副歌，因為呢隻歌咧係唱出去嘅，喺副歌嘅時候，我哋盡量嗰個頭咧學高啲啲，係咪？我哋唔好急啊！誰知獨立於天地，重了也讓人看，係咪？一呼出嚟就有嗰啲氣勢，你又出嚟啦嘛！妹姐呢啲就係妹姐嘅嘢，係咪先？妹姐嘅氣勢，我哋要盡量去把握佢個神髓啊嘛！你睇佢啲一呼出嚟不得了啊，係咪先？氣勢全壓晒成個場。我哋需要，因為你嘅設計係好好，好有心思，包括最後收尾 solo ending 嘅團隊都做得好有心思。我覺得成隻歌嘅設計喺層次上面，你係基本上係 OK 嘅。係啊，多謝老師，多謝老師鼓勵。我都好激動，可以喺呢個時候，可以喺呢啲場合可以聽到有人居然可以唱呢隻歌，包括啱先，我想講翻啱先唱嗰個咩啊？一切也願意嗰位啊，鄧淑文啊。你哋咬字各方面同埋嗰種情愫、嗰種 feel 係好好嘅，捉得好好。佢係屬於呢啲嘢嘅，所以係有情懷嘅嘢，係有溫度嘅嘢，同埋粵語嘅傳承文化嘅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嘅嘢，即係傳承嘅嘢，我哋一定要慢慢不斷咁去普及同埋發揚。OK， 作為呢位選手同埋為粵語文化可以傳承鼓掌，跟住來繼續他們說兩句。也是劉和老師對你的評價已經非常高了，也是講的這些事情，這些方面都很全面了。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唱歌是一種表達，這個表達要通過眼神去表達，不光光有聲音的表達。當然，這是在你已經達到了這個程度上，我們需要更精進的一個過程，就是你的眼神，你的歌唱得很好。包括層次，劉和老師剛才已經對你的聲音啊、層次啊這些所有的聲音方面已經 OK 沒有問題，他說得很棒，就是眼神，不要唱給自己聽，啊，謝謝老師。對，不要光唱給，像我們這麼多人都要通過你的眼神和聲音，這是一個視聽的效果。我們現在只有聽，但沒有視覺效果，因為你的眼神並沒有跟我交流，沒有交流，對，沒有跟任何人交流，不光沒有跟我交流。沒有跟任何人交流，所以這個在以後你的舞台上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。知道。窗口打開，好不好？好，多謝，繼續加油。